好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进行提案，要来修改助理费。立法院今仔日是邀请到专家学者到场来进行着公听会。讲高虹安的助理费案，二审会来大并盘，上主要是因为高等法院根据着立法院的回函，认定助理费的性质是实质补助单性运用。民进党的立委陈培如是提出着质疑，讲立法院的回函是毋是有特定的人士咧指示，爱院长韩国瑜出来说明。针对这个传闻，立法院的副秘书长是来否认。这个案子一天不测，对助理来说就是一天担惊受怕。这是国会助理丁同的心声，搁呼吁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撤回助理费修法的提案。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播这个影片，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。关于制度的问题、良知的问题，可能是陈玉珍、傅昆萁等人不想谈的，韩国瑜也不敢面对的。立法院今日进行助理费修法的公听会，邀请专业人士到现场提出见解，其中有袂少拢是法律界人士。调委王晓玲甲现场的人质疑，最近除了因为修法的提案和助理费的议题引起讨论，也有这件代志。会担心证人的证词吗？新的市长高虹安做立委的时，涉嫌诈领助理费，一审被动判7动外，昨二审规拢平盘，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立法院发函。回复公院认为编的助理费是补助立委文件所需的材料不足，属于立委补助费的性质，所以讲公院认定助理费的性质是实质的补助，另外运用。会不会是长官的授意，或者会不会是特定委员的授意哦？我们认为立法院的公务人员或者是秘书长、韩国院长都要出来说清楚。现在有人在质疑说，立院这边是不是护航高虹安的官司这样子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这个，因为他们说是立院回复这边导致法官才会判他无罪。没有这个问题。立法院副秘书长张如莹面对外界质问，拢总无承认。毕竟最近针对助理费的修法调解之间，拢是对立的立场。高院这摆判决，敢有可能造成影响？既然是补助型的，实质补贴，那更应该要保护这些助理他该得的权利。国会助理工会继续发声，只要求保障自身的工作权。中道伊嘛伫立法院进行联席会议，邀请提案的委员陈玉珍出席，也就是讲助理费的争议也未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